咱台警方呢，早起伫个即个超商内底，即个查一个车手，就是过手人啊，诈骗集团的。结果对方啊，凶要落跑啊。远景虽然对后壁才约起哩啊，约了400-500公尺，一直窜，根本就袂到啊。好佳在这时外送员啊，桥都要经过，即个远景马上啊，请伊桥都来斗捉，最后是顺利啊，将对方掠着人啊。 阮今日超商自动提款机查一个穿普鞋衫的查甫人，话讲袂煞，对方就要选，阮经伫后壁立足，双方就伫南投草屯的街仔路约差不多450公尺。阮经走甲皮皮喘，这个时阵伊看到一台外送奥多麦经过，随话讲拜托这个外送员甲斗掠这个查甫人。帮忙一下，停下来，到了，好 ，OK。 这个外送员随冲进前将这个查甫人甲炸落来，阮经嘛随到位甲掠起来。丢什么东西？有的时候也丢了，就钱就掉而已啊。你总共你多少？200万啊。然后掠到阮经甲这个外送员说道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呀，谢谢你们帮忙。都有捡到哈。哎，谢谢。 阮经调查，这个查甫人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搁伫个身躯顶敲着刀领出来钱。 那这些人在提款的过程当中，显然跟一般民众不一样，他的动作、神情啊，他全存提款的过程是看得出一些端倪的。草屯的警方3天内一个手掠7个车手，嘛感谢热心的外送人员及时出手斗掠人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